強國玩保育，真心定係揾銀啊？喺中國1966到76年嘅時候咧，就爆發咗呢個文革啦。而當時就有呢個破四舊嘅一個運動，係大肆對文物咧造成破壞嘅。咁啊，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咧，成個文物嘅保護政策咧先至出咗嚟嘅。點知打爛晒啲文物啊，直頭連中華文化都連根拔起啦！真係多謝晒佢啦。不過近年大陸係好鬼積極咁做文物保護喎，唔使問阿貴，當然有 Jackson 啦。保護咗呢啲文物咧，事實上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嘅叫做文化嘅旅遊景點嘅。咁如果係咁樣做到嘅話咧，無論喺成個嘅重建啦，喺成個嘅營運嘅過程入邊咧，都帶嚟咗大量嘅就業機會啦。呢啲咪就係政績咯，政績好，地方官自然步步高升，當然對社會係有正面作用嘅。例牌可以促進歷史文化研究同各國文化交流，亦都可以增強身份認同。長城咧係被譽為係全球嘅第7大嘅奇蹟啦，咁就係兵馬俑咧就係第8大嘅奇蹟啦。咁呢啲咧都會增加咗我哋國民嘅自豪感啦，增加咗我哋民族嘅光榮感啦。嗱，呢啲咧都會增加咗成個身份嘅認同嘅。呢啲文物亦都有教化嘅作用，增加人民嘅情操，吸收傳統文化。不過睇嚟都係長路漫漫啦。城市化過程入邊咧，就有好多嘅舊區嘅重建啦，係發展成呢個經濟中心啦，呢一個嘅住宅啦，咁剷平咗好多嘅歷史建築嘅，包括好多北京嘅四合院啦。咁另外，成個工業化過程入邊啦，咁佢會燃燒大量嘅煤啦，釋放好多嘅二氧化硫出嚟啦。嗱，呢啲咧造成咗酸雨，都係對呢啲嘅歷史建築啦，對呢啲嘅古蹟啦，係造成好嚴重嘅侵蝕嘅。地方政府為求政績，急挖文物出嚟，加上發展旅遊，大陸人又冇乜保護意識，對文物造成破壞。仲有就係大陸版羅拉。現時中國咧係被走私出去嘅文物啦，係超過100萬件嘅。咁啊，好多盜墓者咧，甚至佢係會係喺成個盜墓嘅過程入邊咧，係對文物造成大規模嘅損害啦。大陸政府一日唔加強執行保育政策，監察地方政府，文物保育都只係會流於揾錢嘅工具嘅咋。